好了，各位，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二玩传说，我是卡子亚，在我旁边的是他们居然没有迟到的 Abby 以及可凡。想不到吗？居然没有迟到，想不到吧？我刚刚走进来，大家都傻眼。不是说走进来大家都傻眼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迟到。太早到了吧？我就想说，哎，他等下怎么弄？刚刚在说他怎么弄啊？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剪辑？怎么样？那你知道上个礼拜，因为在观众的那个视角，他们没有看到上个礼拜发生的事情，那可凡也没有看到。那我们跟各位观众及可凡解释一下上个礼拜的状况。因为上个礼拜呢，有一个人大概是7点15分左右，15分。有那么晚吗？好，7点20分左右进来 ，OK， 好。7点节目吗 ？OK， 然后因为他进来之后呢，然后在进来之前，因为就确定他有可能会比较晚进来，然后我们的那个小编们就在后面讲说，我们之后已经确定了，我们那个门口会有一台闭路式摄影机，然后就是我们那个就可以切个画面，就是在那个我们的实况上面，就他进来之后会看到他很慌张这样冲进来，然后之后就可以剪精华，对不对？这样子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就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节目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我们这个节目会变成是一个相对创新的一个节目。不错。今天我在叫车的时候，然后我就因为前阵子也有去在内湖这边出差，然后就有输好几个地址，它不是都会有那个记录嘛？对。然后我就那时候就有点睡眼惺忪，我就想说，应该就这个地址，然后输到去，然后就睡眼惺忪的意思是你才刚醒来吗？没有，就是有点累。他有点累，你是不是想要拖他下水？你知道他刚跟我讲什么吗？他刚不能讲，真的不行，好，这不能讲啊，反正就是他也睡眼惺忪了，类似。然后我就上车了嘛，我想说，OK， 我就开睡。然后我是在拜托你帮我买咖啡，对，然后就开始睡，然后我就睡到一半，忽然梦到我又迟到了，然后我就惊醒，然后惊醒就说我该不会输到是上一次不对的地址？对，就是已经去过的另外一个内湖的地方。然后就赶快密，然后说我好像输错了，好像输错，可是那时候已经6点50。对，重点是他输完之后跟我讲说，我输错地址了，糟糕，结果他下个给我因为我自己再核对一次，然后看那个进给我的那个地址，好像是对，好像是对，没事，至少是在内湖。你上次不是给我说到什么东湖之类的，那应该你就来的时间应该就会很夸张，可能又是7点半。对啊，就还好，今天就是正常时间，两边都是 safe 的状况，两边都是 safe。可是我没有迟到过啊。小编我没有迟到过，他说对。没有，小编说有。哪有？好，那我们今天呢？为什么今天我旁边本来一般来讲都是一个可凡或者是一位 Abby 这样子，但是今天会有2个人，因为今天是我们的改版 party，就是我们的 Now 电玩呢，现在把我们画面来到我们的 Now 电玩的这个游戏页面上面。就是我们这一次呢有一个最大的，其实很早以前，大概在3月多的时候，其实就这个页面就已经上线了，但是因为在这个页面呈现的过程中，其实得到很多观众的反馈，就是说有些东西其实可以把它更加的精简化，或者是更加美观啊，还有它的一些新闻重点，其实都有把它弄得更好的一点。那像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好像有点熟悉的人是我，这个是 Abby， 它是不是最近的活动啊？你是说哪一个？就是这一个哦，对，这个连结是对好礼周抽呢，其实就是我们这次的一个改版派对的一个算是回馈观众的一个活动，有送椅子哎，有送 Ducky 的电竞椅，然后还有那个罗技的无线耳机，然后 PS Mini Lite， 还有罗技的 Power Play， 无线耳机耶，对啊，这些东西都很棒，而且每一周都会抽出10个幸运儿，每周10个。每周都抽10个幸运儿，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其实很多的东西是真的回馈的速度真的是有点快，我觉得有点过快，但是小编就说没关系啊，反正我就自掏腰包没关系啊。然后我就想说，小编好佛啊，小编有点佛，但是他一开始跟我讲说没关系啊，我们就送你那个逆水瓶的体验券啊。然后我想说谁会要？到底谁会要？应该蛮多人想要的，才不会要嘞，谁要？才不要乱讲。好，然后这个闹电玩的页面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我们的右边的聊天室里面就会有我们的这个闹电玩的连结。如果大家有对于一些电玩的讯息啊，或者是想要知道一些新知，或者是游戏的一些相关攻略，或者是我们二玩传说的精华的话，都会在闹电玩的页面上面看到。就比如说之前 Abby 有个精华很好笑，什么精华？就是那个深深恐惧2的精华。那个有精华，我跟各位讲，我现在要跟各位解释一个东西，就是虽然大家可能都觉得我们就是实况结束就算了，其实呢，我们的二玩传说一直都有精华，有黑历史，一直都有精华，对，一直都有精华。我一直觉得那个迟到精华真的会被解释成精华，我本来想说只是。然后就是下次就是你每次冲进来就配那个千本音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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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你一直冲进来，
我觉得可以啦，就是我会拜托进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好，那如果观众们，因为对于很多的观众来讲，就是可能看精华是比较容易由精华来切入这个电玩游戏的节目的一个相对简单的手段，因为可能他没有办法，除了比如说喜欢可凡的观众、喜欢 AB 观众或喜欢我的观众会来看之外，其他人可能会觉得说这个节目会不会痛调不太合。那精华就是比较容易入门的一个东西，那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到闹电玩上面看我们的精华这样子。那不要忘记，就是我们的活动还是有在执行的，所以大家如果要抽礼物的话，但是很多人很多人说想要 Abby 的等身大立牌，请问关我什么事？请问关我什么事？我们那个等身大立牌这个东西本来是严防你迟到要做的，你知道吗？没关系啊，就是我们之前不是都是2个电竞或3个电竞女吗？就是只要他迟到，就本来在后面就搬来前面放着的。那也是不错有代打。他不会讲话，后面是我在讲话。广告就代打迟到，安心的。当然，我不安心啊！你可以享受我的，可以啊！你谁？我不是我不要消费别人的 YouTube。你谁嘞？我们2个是 partner， 我们不可以消费别人的 YouTube。我没有消费，我们只能消费他。你谁？好，我们只能这样子。OK， 好。那我们今天呢有3个人在现场的话，当然我们要玩一个 Party Game。那 Party Game 的东西就是最近非常非常算是在实况界，目前呢我打开实况列表就只会出现2种游戏。一个是送货，一个是送货。我好想送货 ，right now。不要上节目还在要送货，你给我有点职业道德哦，敏儿。一直想要送货，你给我有点职业道德，敏儿。刚才吃饭的时候就一直在讲说送货内容，我们说玩到第3章，对，他说要玩，你玩到第3章玩了大概多久时间？应该5个小时左右。5个小时才玩到第3章？因为我玩很慢啊，慢慢玩啊，世界这么大。因为可能是逛街。不应该不止啦，应该不止哦，我应该玩很多小时才刚到第3章。所以老实说，这个游戏在章节与章节之间的那个剧情量还蛮庞大的。剧情量，因为孩子你也知道，它就很多的过场动画。对，因为小岛秀就是上个礼拜跟你讨论过，就是小岛秀夫的游戏，它很多东西都是用它的电影的呈现方式，用过场动画啊，或者是它的一些解释性的对话，这样子把它带过去。所以其实我看到有一些，因为为什么会问 Abby 这个原因，是因为他玩到这样子的时间了，5个小时、6个小时。他还是搞不懂他这个游戏到底在干嘛。没关系啊，还有参哥呢，参哥说他玩了10几个小时。他说他玩10几个小时，说我还是不懂这个游戏到底在玩。游戏没有告诉你，搞不好玩到最后会知道。可能，可是有一个已经破，就是他是全世界最快破，然后人家问他说：“请问你对这个游戏剧情的感想是？”我也不知道，我就破了，就是有时候玩一些剧情游戏，你会很希望，不是应该说内心就一个小小期待，说，他最后会有个给你告知什么事情，他是想告知人生大道之类的啦，有可能有一些心里会有个默默的小期待。然后现在很多人说没有 nothing， 可是告诉你外送员很辛苦。对，大概是记得给小费。之前我看到那个，就是台湾有一些电玩的那个商家他就是会因为这个游戏上市，所以就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特惠活动嘛，比如说你买什么东西就会送什么东西之类的东西。然后我真的被骗到因为他有一个台湾知名的电玩贩卖店家，他说只要在我们这个地方购买，就可以拿到相对应的特殊台湾 skin。他后面是Foodpanda跟 Uber Eats， 然后就是他背那个后面是Foodpanda跟 Uber Eats， 我想说也太帅了吧？不是吧？可以吗？真的假的？然后我就会问那个，我就是发讯说，我说我在那边买可以拿到什么？他说没有，那个只是不是那个是我们开玩笑的，你不要相信。他就弄出来了，他还把那个熊猫的那个脸弄掉。可是那应该是他们模组可以自己去改，就是有些人不是会玩一些，比如说像一些 Minecraft 对之类那种可以进去改它的。不就我们最近在做这件事情。我不好意思直接不就我们最近在做这件事情。可是因为可凡没有玩自由新政2嘛，对不对？第一季，我知道他玩第1季，我说你第2季没有，所以我就想说不要一脚怕插入不了。那你知道那我跟你讲一个非常棒的东西，就是他在第2季的形象大爆发。怎样？他现在已经变成，你有没有看到？来，我们把这个画面往上来，我们看到北斗在临，有没有？传承北斗在临，有没有？左边我们看到一个敏儿，有没有看到？这一个就是敏儿啊！来，我们把它放大一点。不行啊，你点现在是到别的地方去了。没有，这是我们的 Facebook 没差。好大，好大，不行，算了，我们再看，我们这个有没有办法统筹加放大？不行，不行，他怎么没有办法放大了？你想放大灵敏是吗？只是灵敏是看着你而已。
我跟你讲，没有，那个是你觉得你其实有活着吗？没有，其实在很久以前已经死了，只是灵敏是允许你活着。对，灵敏你。那个是罗里式的一个传说。我们这两个据点呢，就他们的据点跟我们这据点各出了一个非常强的角色，然后两个都是天使型的角色。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就是这件事情讲来很长，就是我们在每次比如说我们 RP 结束，不是我们都希望有个收尾嘛，对，然后就要给观众一个交代嘛。然后因为我的角色结束了，然后可是他结束的点刚好是在一个就是有点不知道他是死是活，所以我就跟另一个人合拍了一个影片，让那个人杀青的时候播出来，然后代表说我这角色还活着，然后。塑造的形象是我那角色就说耶我变强了，只是他是很可爱哦，他只是讲出我变强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到最后变这样，我变强，对，就变各种什么一拳超人啊，然后北斗啊，没有，他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我注意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有人把他画成护羽女的，很多啦，天哪，我真不敢想象，本来他是很可爱，就跟你一样这样小小很可爱，然后重点是那个角色的发型也是差不多这样，然后也是金色的，好不好？可是脸不是这样，没有脸是这样，脸真的是这样，修蛋之类，没有脸真的是这样，好不好？修蛋之类，而且现在就已经，因为我们据点里面有另外一个就是蛮知名的 YouTuber 叫林行，然后他扮演一个角色叫林成一，然后因为他让我很生气的一个地方是，他刚搬到我们据点，他隔天杀青，所以因为就完全没有任何的跟他对戏的空间，因为他就纯粹只是要搬到我们据点而已。他原本是小科那边的，是哦，对，因为他们那边都删掉了，所以才会有一个小科区走光图嘛。哦，对啊，所以他们真的走光，他们真的走光图，然后他们就移到我们的区域了嘛。然后移到区域的隔天，他就晚上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他讲我明天要杀青哦。搬过去第一天，搬过去就是当下大家处得很开心，隔天他直接杀青。可是他杀青应该不是什么死掉搬，没有，就是只是他的个人故事线杀青。对啊，还好啦。可是因为就是这样会，就是我们就在讨论说靠腰哦，还想人家加班，还想人家加班哦，还想人家加班，然后所以我就说。就是大家，因为很多人问说，那林成一这个角色到底去哪里了？然后我就说，因为他被我们训练了，然后后来就把那个恶灵古堡那个暴君的图，把它弄成你用的吗？那我用的。哦，是哦。就把它弄在那个林成一上面，然后就说，所以现在的自由新政2已经完全结束了，那自由新政3会变成灵敏氏对暴君1，希望灵敏氏拒绝参加，好，灵敏氏拒绝参加。为什么？你已经认定自己是灵敏氏了？没有，我是帮他发话，我帮他发话。好 ，OK， 好。那今天呢，我们虽然有前面讨论一下 RP， 但是毕竟这个 RP 的架构有点大，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每一个你喜欢实况组扮演的角色，那也可以去看看那个就是我们的可凡在第1季的时候是很奇怪的一个角色塑造，一个很奇怪的角色，不错，至少是还可以看的角色。不要再唱了。好 ，OK， 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因为老实说呢，我们今天其实可以再继续聊，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玩的游戏，它所需的时间其实我觉得蛮长的。我们就事不宜迟，我们就直接先来玩一下。开打。开跑。那我们今天玩的游戏呢，就是大富翁，就最近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一款游戏大富翁，它是一个算是 Party game， 然后又是一个经典 IP。那现场2位有玩过大富翁了吗？有，但是我没有玩过这一版的。你以前是玩的？就是那种手游的，用平板玩。平板。对。他们之前的那个有曾经出过，就是就是那个平板上面的 App 版本。是哦。对，他们那段时间其实。那个制作公司把蛮多的他们的经典 IP 都移到手机上面了。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用我的手机，因为我其实不太用手机玩游戏的。那我有一段时间都会用手机玩游戏，是因为它出了《轩辕剑3天之痕》在手机上面。所以我就又用手机去玩了一次那个天之痕这个游戏，而且它是免费的，我觉得很屌，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所以你们2个都已经玩过了。有，所以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差距。我觉得应该是多少会有点差距的，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角色。对。不过因为我在看，因为我们刚刚聊到，就是我现在把那个Twitch实况拉开，或者是把 Facebook 实况拉开，每个人都在玩大富翁，不然就会玩送货。对啊。那没有其他游戏了，是不是？差不多这个时间嘛。好，我觉得应该。毕竟明年有很多东西大众要上，现在就是大家也不敢乱。Cyberpunk 嘛，对不对？对啊。Cyberpunk 出了之后，应该大家又全部对，还有 The Leftovers， 那这些东西是明年的事情，那今年的事情就是送完货。对，就是我送完货，稳稳的送完。对。但是我们在聊送货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共鸣，有吗？有啦，我有看。
你有打开 Uber Eats 啊、Foodpanda 那个也算是送货。你知道免税工厂要氪金制吗？如果你送来的话，他过来的是一个叫山姆的，记得跟他拍一下。你要看前面有个 baby 啊 ，BB。好 ，OK， 那我们今天呢就要玩这个大富翁这个游戏，然后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赢的人会有奖品。现场不只是我们线上的人会有奖品，我们现场的我们3位只要获胜的人也有奖品。因为之前不管是 Abby 还是可凡来上节目的时候都会讲说，为什么都是送观众？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办法？好不好？静，可不可以把我们的奖品拿来一下下？可以把我们的奖品拿来一下，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奖品有哪些。哇，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就是这好可爱。PlayStation 的 Mini Lite， 它是一个，不是你先让我介绍，你先让我介绍完。天哪，也不知道就会赢啊！为什么？已经拿到了。没有，我只是先给他拿着，我只是先给他拿着，我只是先给他拿着。这给你，这可以吧？对不起，你不要在那边给我乱来哦。超大。好，今天有3样奖品，那这是 Days Gone， 就是往日不在的，这算保温瓶吧？不然你觉得它是什么防身武器吗？不是啊，这个，然后。所以你觉得它是防身武器？有没有某种水果？好，这是3个我觉得还不错的东西，就是 Mini Lite、PlayStation Mini Lite， 它是小的台灯，然后史莱姆，你不要一直在那边玩，用很奇怪的方式玩史莱姆啦，很奇怪。里面还有一个东西，这是什么？七龙珠超的，你们有看过那个吗？就是龙珠雷达。有。对，龙珠雷达，这个也都不错。所以请问一下俊，我们是赢的人一人独得，还是一人独得？好。哦，是这样。抱歉了，学长，我的。你们死定了。我的。来，一人独得，没有问题。在下大富翁高手。我们今天在下灵敏是。好，我们今天的现场的我们3位实况组呢，就是有这样的奖品，但是而且是一人独得哦，没有任何分给别人的一个机制哦，够一人独得。但是我们其实刚刚有讨论一个问题，这种游戏的电脑其实都蛮臭的。对啊，我们有要跟电脑玩哦。它就是4个人的游戏啊，4个人的游戏。那我们4个人。对，那我们4个人游戏，那如果说假设是电脑赢的话，那我们就看第2名吗？还是？如果是电脑赢的话，那个就把这一袋直接在现场烧掉，直接烧。没有了，之灵啊，送给你吧。好 ，OK， 好 ，OK， 来，我们现在来开启我们的大富翁。耶！你玩的到目前为止的感觉是怎么样？因为你是实际玩过的。感觉怎么样？我就在点进去看评论的时候，然后沙肯极度负评。对，沙肯直接写极度负评。就是他这一代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还没玩过，我没办法评论。但是下面极度负评里面有的是沙梗，褒贬不一，极度负评。对，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有个认识的人写了个极度负评，而且他写好长哦，超好笑。对，我们来看，而且这次有个算是有点捏他，就是这个角色叫孙小美，他的外号叫衰小美。就是他这个角色呢，他的设定是一个中国人嘛，然后他有句台词叫做“动作不许走”，真的假的？真的，我靠！就是叫小美都好像都会有这个，好像是这就有点像，这一定是故意的啊。这个是比较亚洲人做的游戏嘛，所以还可以接受。可是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欧洲或者西方人，他们对于就是东方人的名字可能有什么美啊，有什么林啊，都会觉得比较像是东方人，都比较像东方人，对，所以才会这样取。好，那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3个来讨论一下，我们起始初始现金要多少？到最多屁啦，这样太少了。我觉得用手的，我跟你讲比较快。真的吗？对啊，用很多会玩很久。哦，好吧。那我们就这样子就好了，好不好？这是多少张？个10万、千万、10万、10万。那初始存款也来个10万。对啊，差不多就。好不好？物价提升天数1天。你就结束。没有办法第一天直接暴涨。一块地本来2000、5000，我直接变1万。对啊。那不然7吗？1个礼拜。好，1个礼拜，好不好？那哇，你们想要去哪里玩？去日本，去巴黎，去上海，去巴黎，杜拜，主要是要看大小啦。对啊。还是随机啊？什么是热门啊？我们来看一下热门。看热门有谁？
哦，这个是随机耶，谢谢。哦，它这个是啊，它是热门的热门的规则啦。我们看是它常驻的那个。对，我们还是先以我们自己制定来。选鬼岛好了。鬼岛在哪里？哦，好，鬼岛。那是宝岛哦。哎，对。好，它的地图好小哦。相信我，你选太大，玩3-4个小时玩不完，这个算中等。开启天赋什么意思？天赋应该是指说每个人都有可能特殊技能。可是我不知道谁的天赋。我 I don't fucking care， 完了就对了。好，确认。好，我们第一电脑，我们只能我要选鸡贝贝。电脑。电脑啊，选电脑。你要选电脑还是关闭？电脑。我们要有一个电脑，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游戏的电脑有多臭。表现是哪一个比较厉害？来，谁要第一个？我都行哎。那我第一个好了。反正我要金贝贝。那我要选金贝贝。有新的莎拉公主哎。好吧，那我生小妹好了。莎拉公主好可爱哦。那我选这个好了。好啊。沙龙巴斯，他叫沙龙巴斯。是，他叫沙龙巴斯。好，真的假的？真的，他真的叫沙龙巴斯。那好，第二位就是我金贝贝。金贝贝。那第三位可凡。好，我前夫人。那是什么？好可爱。前夫人啊。没有，右边那个是什么？右边这位莎拉公主啊。我不知道她的，好，那我这个好了。我都不知道她天赋啦，但是她就是一个莎拉公主。我看起来超 gay 掰的啦。她的眼影是怎么回事？她的眼影怎么回事？很赞诶，时尚尖端。很符合你耶，可凡。很符合你，就这样了。好，那你要生小美，我生小美好了。还是前夫人？他们说前夫人前夫人其实没有，她只是没有，她只是叫前夫人而已。她的眼影应该差不多是紫色吧，我猜。那我可以看一下前夫人吗？那你看，可能要先把它取消掉，点它，再点它，点3个字。然后前夫人。那我可以看一下生小美，她很烦。哦，生小美。这个人好烦哦，这个人超烦的。这个很挑。对啊。那我们的电脑就随机给他选就好了。我不要，我要选。你帮他选，还想要决定人家人生啊？选公主。我不要。选鸡掰公主。我要选阿土。不要啦，我舍不得用阿土国。为什么？是个人很好的阿贝。选公主啦，选鸡掰公主啦。那电脑就让它随机，好，那就直接开始咯。开始不用帮他选嘛，对不对？好，开始。鸡掰公主。以前是阿土哦。还有 skin 呢。对啊，他这个看起来好像才哥。有点像。石油大王登场了。好，第一个就是先骰骰子嘛，对不对？我现在有机器娃娃卡，机器娃娃可以帮你扫掉前方10步内所有神仙、地雷、野狗。来啦，我直接帮你解说啦。地雷卡就放上去，它炸下去要住3天啦。在旁边是路障卡会挡住啦。第一个是指定骰子，就这样。好，懂没有？懂哦。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帮你把前面的坏神明啊什么东西去掉。1、2、3、4、5，好买，换你。金币币，攻杀回啦。他就是这样讲话啊。我知道啊，所以我才问他攻杀回啊。我应该不会一开始拿到水什么。狗钱空啊，然后我还买一块地。他是个钱人。为什么我买？换我了，我累都烫。看一下，这好可爱哦。来啦。那个是魔法阵，直接找。你真的找？我靠！这是什么？他让你失去一半卡片。就是你选下去，他会随机说，比如说所有的女性或男性会遭到这个啊。哦，这个好了。上巴是获得神明哇！原来是让别人哦。没有，他是会比如说指定女生或男生，可是这件事情是由电脑决定。怎么才98？98块，谢谢啊。怎么才98？爱选进来也拿塞我。干！为什么？好险啊！他为什么放你后面，不放你前面？对啊，他为什么要放我后面？然后还直接把它清掉，什么意思？奇怪，电脑都这样，超臭的。他到底在干嘛？他想要买地板，他应该右转。他到底在干嘛？我看不懂他在干嘛换你。我现在头上有个小财神，对不对？对。耶！买。啊，他怎么有2块呢？买。前面有狗就不会被咬吧？为什么我刚没买到？还是走到这里？没有，你要走到那边才有啊，那边没有啊。可以挡自己哦。可以呢。那为什么你不放在那个？对啊，就是要。结果就3。都这样啊，每次都这样。你放了之后就3。对。你这怎么那么贵啊？因为它是大
大块的地。这是什么？是好神吗？小福神，好，那我跟着他走。不可能这样甩到的啦，再见。哦，要站在他那边才可以获得。对啊哦，这块地小刚晒呢。哦，那我应该用那个遥控骰子才对。啊，他为什么要缴税？哦，扣5000块。5000块，所以蓝色的是扣，然后这个就是直接入狱。没有啦，他那个是走出来的地方而已，他没有那边走不进去。这边有个抢夺卡，好。对。哎，我一直在买耶，怎么那么爽？好爽不哦！会被狗咬或我得到大真是呼吧？石油大王哎，我。 1啦不行，1啦哦。 ，2啦，1啦。来，哎，你不要，哎，有够过分的俗辣，你好俗辣哦！拜拜。好啦，死亡。哎，啊，结果也不会碰到1、2、3，啊，买个29好了。哎呦，他奖金才24000是没有问题的吗？它会一直累积，它会一直累积假设如果这次没人中，就会一直累积。这是什么啊？小衰神。对，它就是头上有个大便的小水神。啊，我应该不会弄到。 3。好，double。欢迎光临百货公司。可以买东西，可以买东西。等一下，好远，我的天哪！姐近视了是不是？请佛卡，免费卡。等一下，有点小。还是我帮你讲，你好滑鼠移过去。那你说哪一个比较好？你可以拿那个第一张，对这个哈，第一张，然后我看你现在哎这样多少。其实观众都有在教哎，观众有猛哦。然后再选免费卡要1张，免费卡。对，就免1张。然后跟入账我就买1个 ，OK， 就这样。你可以把你所有的钱全部花光，没关系。我只能买3个。对，就这样。 OK。然后你把什么要丢掉1个？你把那个炸弹把炸弹丢掉啊炸弹丢掉，对，就是炸弹。哎，我还你要选哪边走？走哪边？对一边是往医院走，可是你有机会得到5000块；一边是就是往我那边走。我手段好了。你今天怎么那么屁事？你居然会教他玩？我看一下聊天是说。难得见面啊，教一下嘛，总不可能一开始见面。不行，难得见面我也是要拼生没有死的。只是教你想想看，你如果没有的话，你如果输掉的话，我这个人是你知道非常和平的。如果说他什么都不懂，我赢他没有意义，必须要在他懂的状况下打败他。可是我觉得你知道吗这才是。可是我觉得你再怎么教他都不会懂。哎，什么意思啊？ Party game 可以啦。对了，他也是 Party Game 型的它有实况主。点远。来到大丰银行，我是个有荣誉的人，好吗？进行存取不用。前机场不用存啊。对啊，再买。啊，怎么可以买那么多？等一下你们走过来，你们走过来就知道了，你们就要付我过路费我就可以。买了耶。谢罗阿鲁哦。他为什么要挡这里？孙呢？天啊孙呢？对啊，他到底为什么要把它卡在这个是那个地方？好神，对不对？对，那我可以请神吗？还是很浪费？看你啊，你可以请，可是我数一下哦，可以，你可以请到小天使，小天使比较好，还是小福神比较好？你请不到那只啊，你请不到那只啊你只，会请到我只想说要小不要等一下天使，再过或者是后面的。你也可以请那只狗。我才不要小衰可是神衰嘞！神离你3步，所以他不会拿到，会拿到前面的小天使。哦，你也可以选择请那只我狗。不要那只狗啦，那我请一下小天使好了。可以。有请神我一回合可以。他眼神，他的脸看起来超讨厌的。他眼睛就是那个小甜甜的。对。啊，哎，我可以，哎，所以我还可以继续使用。你还没甩啊？你要用什么？我想说，我要不要把狗用掉？看你啊，你可以用这只机器娃娃把它踢走。再见了，机器。你这么俗辣哦！爽啦！你这么俗辣哦！去吧，我的小可爱。哎，打他！我可恶。还想打我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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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友谊破坏。冲欢迎来到大不会买到底丰银行，请你这样买不到确地认取出就好了。对都可以都可以。有什么？对，那就是他就直接这样出去。哎，这爽。然后玩游戏。玩游戏，玩游戏记住。红色，记住红色在哪里？哦，好。记住红色，然后先点开4个金，再打开蓝色就赢了。好。可是你第一个打开红色就输了。好，等一下准备开始。你不用现在记，他等一下要开始了。不是，我正在眼睛。 3、2、1，开始。他会开始换位置，你记不住的。可以了。哎，这个是红色，所以哎，可是我不知道哪个是蓝色啊。你第一个直接。哎，你这个。我相信他是效果仔，他是效果仔，他是效果仔。你蛮厉害的哦，效果做蛮足的哦。哇哩哇哩。可蛮，效果做蛮足的哦，好爽哦！怎么做？哎呦，好险哦！哦呦，我菜才啊。哦呦，好险，好险，好险！效果仔啊，
效果仔现在没有办法平复自己的心情啊。1、2、3，耶！我怎么都是买大地啊？哎，你这边的地几乎全部都是你的。太好了，好多丫丫。刚刚这里还错太多东西了吧？你看你刚刚用，还有一只狗啊！对吧？你看我就跟你讲，不应该那时候用的，那时候用，现在就爆炸了。我走这边就可以了啊。来试试看嘛。哎，这里有一个阿土伯哎。1、2、3、4、5，这是什么啊？新闻触发一次新闻事件，它会有一有点个，像机会命运那样。对对对，我现在有多少钱啊？你现在有85000， 85000可以买吗存款是10万，你路上都可以买，现在刚开始都很有钱。可是你可以闪3，然后就可以进医院，然后领保险的。啊，哪里有3啊1、2、3，你说被狗咬吗？这是4啊。哦，是吗？1、2、这是3、4，哦，对，是。你如果3的话，就是你的钱，也是不错。那是你的地。好，不管了，我就随便甩吧。水我可以买。下注。 22好了，只有一个吗？买。台南哎，买到台南。哦，台湾真的很小哎，这样看起来比起其他地图来讲，真的很小哎。换我啦，不可能踩到1的啊！这种时候还用那个机器人就太浪费啦。哎，你真买好多地，好无聊的人太哦。爽了吧！我买地是怎么了吗？好无聊，说 Bolina。我买地怎么了吗？ Bolina。哎，这是什么？所有人得到15000，哦，真的帮我方谋福利。你而已。我方的时候，对，只有你啊。狗狗。 2。你，哎呦，好可爱。哎呦，付钱。送你啦，可怜啦，小三小。而且还用小天使帮我盖。要出现了，好爽哦！他只要走到的地方，他就把它盖起来。对，天使就是无差别善良。所以我才跟你讲，那个对你来讲一点屁用都没有。所以我一开始就要赶快去拿小天使。你真的有在帮他吗？对，也是。哦，你真的好有钱，还你当小福神哎！哇靠！台东。换我了。看看啊。那孙小美在后面。哎，干嘛？没有，我就是怕有些人不能踩到，我有点担心。哎，什么意思啊？没有，你到那个地方之后踩到爆炸之后，你还要付他钱。啊，我不用啊。那个是你的，不是吗？我不用，他要哦，对他要付钱。对啊，他如果踩到的话，他可是大地好像不用付钱。不用付钱吗？大地那是要干嘛的？是要建？大地是要盖建设，哦，比如说百货公司、旅馆啊、庙啊，就是那一种官商勾结的。是，对，炒地皮啊，炒地皮啊，然后把那些就是明明是农业用地，然后弄成是建筑用地啊。1、2、3、4。哦，刚好转弯。他也是很贼，他为什么要把狗踢掉？怎么每个人都那么熟啦？然后你变好小。那不然你去跟狗打啊？讲着说，那你去跟狗打架。不是我只要不要被我只要不要踩到就不会碰到它，不是吗？我只要不要踩到那一个就没问题了。不会啦，哎，你超气耶！他直接这样扒我的他刚刚老很开鼠。心啊，他刚刚毕业。4。我有获得好多卡哦。换你了，金贝贝。我应该不会踩到前面的炸弹吧3，帮你遥控骰子3。 3。我觉得不行，等下1、 3、 3、4、3、3或4都可以。 3。哎，今天你真的很。拿走。买个地啊，新竹啊，不错，幸福的城市。我靠！幸福陡冲刺。哎，你的卡片那个拼命用哎，当然要啊。完全没有在留的哎。我跟你讲，不用。不扣大的。不扣大，你这样扣到最后就是卡片太多，一直被强制丢。那我是不是应该开始用？不用，你们不用用。我感觉我应该要用。我要用它。你看电脑怎么玩，就跟电脑1。还要拿到财神是不是？5、6，对。财神是什么？可以赚钱，然后很多东西都可以打破的。我上次才98块，他2730还行啦。啊？为什么是8？哎，什么意思？它有那个什么物价上涨还是什么，都会让它double。啊，不是要跟狗 PK？ 没有，先把前面的冲掉了。也是会踢到狗啊。不会啊，我连那个神都弄掉了，对不对？没有，我没有输啦，我超级没有输啦，我没有输啦，我有2张机器娃娃卡，我有2张机器娃娃卡，我是适当投资。哦，财神免过路费啊。还敢用指定卡？你看你有3张了。我就在想我要用到哪边，你知道吗？我是觉得你可以踩1、2、3、4、5，你可以赚个5000块，还
还行。算了，先不要用了。说真的，你这一段真的不用用。对啊，我这一段感觉就不是要用啊，也没什么东西。西，我已经把它们清掉了。1、2、3，这是什么？斑马线，谢谢。啊，斑马线完全没有任何事情。我会剪掉这个东西吗？1、2、3。哎，我跟你讲，你只要你往前1、2、3，3、4。哦，我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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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来个屁啦！好，啊，缴钱啊，各位！我等一下，屁啦！我这个是不是可以把它拆掉？我要把它拆掉。 1、2，算2000，这是什么？茶税。屁啦！怎么可能？那我那个可以把它拆掉吗？可以啊，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啊。啊，不可能吧？来，有大吹神。超近的啦！超近的！1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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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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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了，给我钱！给我钱！给我钱！给我钱1500可以。 ！Give me money! Give me fucking money! 哎，签勾。哎，你前面都是阿土伯的哦。哦，是哦。你前面都是阿土伯的。阿土伯那两个是哪里啊？啊，那应该是外岛，看看绿岛设计起来。 1、2、3、4，金真门的哎。对啊，金门马祖吧。不，好贵。 600块而已。前往的地方。水神，遥控骰子1、2、3，这是游戏的。遥控骰子1、2、3、4，哇，他这边全部建起来是啥？聊天室的刷1，聊天室刷起来1。你不要来给我伤害哦！你不要伤害哦！你骰1我就怎样？你就骰看嘛。我不要啊！你就骰看嘛。那我去个游戏中心好了，游戏中心可以拿钱对不对？1、2。你要玩赢才有钱，要不然跟像可房那样就0块。我觉得我应该比他强蛮多的。来，超死啦！我这么多的卡片不用，对不对？我卡片这么多，不用白不用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快速记忆更多图啦！两张这个就是那个翻译。我知道。好，所以就是它是所有的都要。对。可是你有1对就可以有钱啊！我天啊！哎呀，哦，你这是很简单的，我的天哪！请问左下2是鲁莽吗？有点像。嘿嘿嘿嘿。哦。完了。点鲁莽，快点鲁莽。嘿嘿嘿嘿。点到鲁莽了。嘿嘿嘿嘿。你硬要尬鲁莽哎，刚刚不是点过了？我就想说鲁莽好像是这边跟这边，但是我拿错了。差1格，差1格，还是很多。4800可以了啦。鲁莽没有胡子，突然想到。他可以就是之后，我买到台北嘞，完成我的。哇靠！你买到了台北的房子？没有，你现在只买1块地。我跟你讲个地就好了。哦，对，不一定要房子。可是如果台北，你知道其实还是有划分区域的，它有些地是不能用来盖房子，也不能用来干嘛。没有关系，我块地我拿来盖厕所也爽。好，可以。叫信义区的地气。我们完全刚聊到不屌了。没关系。看信义区哎，哇靠，这边好像有点危险，这边好像有点危险。怕我会长大，赶快走。哈！哦，睡，好不好？来一个2号。选一个喜欢的号码吧。来 ，Go，我要盖房子。大家开始在缴能源税，有发现吗？好爽啊！发大财！看不起沙漠啊！看不起沙漠啊！这边随便撒也还好。真的好多金闪闪的东西哦。欢迎来到大风。干嘛来一行？我觉得来一行最亏。金皮卡。你干嘛？你要干嘛？你想干嘛？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你要干嘛？这可以把这拆掉吗？去坑对。好，试试看好了。哇，超过分的哇！来，违建拆掉。我有按照程序申请啊。没有，你应该没有啊，不然就是你给他的钱不够多。我知道孙小美是哪里人了。所以你就算是合法的。对。好像是。新闻事件，那你挣到15000块。那个人的脸看起来好讨厌哦。你说播新闻的人吗？对啊。2，付钱。还有那个财神，所以他免租金。真的哎。好哦。那请问我的那个我前面有东西。你前面有土地公哎，好爽哦！土地公超赞。
全部清掉。哎，不要，你不要那，清掉它，清掉它。 One, 2, 3, go! Yes! 错边了！错边了！为什么？为什么？土地公爱我。他直接把一生直接左转。不对啊，这不是往前吗？为什么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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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毫不犹豫的左转。哎，你很烦呢。 ？Yes！ 土地公是阵地战，土地公喜欢我啦。他刚换沉下去，我想他跑掉了，吓我一跳。请随意商店好不好商品。这感觉比较贵的，就先买一张。然后这个购地卡强制收购任何手段，买一张。好贼哦。然后复仇卡好不好？向陷害你的人复仇，哎也还是买一张，很符合我。其实复仇卡超烂。我没差，我喜欢。哎 ，Avenger 好不好 ？Fucking 有 Avenger。钱人呢。哇，哎，我现在选投往这边。被狗咬，被狗咬，被狗咬，被狗咬。耶！不会吧？1、2、3、4。有。对哦，大穷神呢？救啦，救！哎，蛮多的哦。救！我可以买地吗？可以吧？哦，可以。好爽哦！哎，土地公能干嘛？强占人家土地。强占人家土地。对。所以不管我走到哪边都可以直接强占，还是？对。就是不管谁。那我现在走到你那个地方，你就先被狗咬。没有，他前面另外一个也是啊。那你就会被强占，你就会被我诅咒。我每年生日愿望3个，我会有1个会献给你。大姐，我们交情不错吧？怎么可能要甩到？去强占他那个超大的地啦。你好像针对我。没有那么衰啦，没有。好爽哦！再见。然后那个土地公刚好在你这些住院期间全部都没了。你干嘛一直跟我你看抢土地公？出来土地公5天嘛，住院4天嘛，我剩1天。谢谢各位，谢谢。气死我！各位注意了，哎，那是什么？我用乌龟卡，请这个衰神滚蛋。屁啦！屁啦！哦我天！大福神，花莲买一个。哇！加盖。然后土地公，换小美，换可爱。然后土地公，土地公跟我在医院呢，走开啦！你为什么要跟我抢？他原本是爱我的，他才不爱你耶！他爱我了。 1、2、3，啊，我的地，可是没事。啊！偷抢夺卡，偷别人东西。哎呜！我的土地公，付钱。我的土地公，哇靠啊！坏啦！你在这边啊，不用紧张了。我干你啦，请勿紧张，知道吗？请勿紧张。到底为什么？哎，你干什么？哎，没事啊，我在没事。你干什么？你在那边放炸弹？你想害我？他那个是会倒数，对不对？我这也太多东西了吧？在聊这道。哇！我这超多东西的。重点是你还没办法，你还没有办法清哦，因为你机器人没了。是吗？我记得你刚刚把机器人用掉了。我记得我还有一个哎。哎，那你要清吗？再见了。哦，走后面原来他有。走后面前。面真的好热闹哦。哇，你这个这波不亏哎，哇哇，这波超赚。哇！给我买东西吧。我可以买块地，买到桃园。桃园，我的家乡。哦，你桃园人哦。对。好多人都桃园人。桃园。不是，我是说我们实况界好多人都桃园人。啊，开奖了，开奖了！哇，拜托22。我觉得应该不会很重。哇！哦，前几期应该都不太会中。嗯，不过他会一直扣嘛，他会一不直。用紧张碰滑鼠了，接下来是我。我对，接下来是我住。我要住多久？好，慢慢住。我要住多久？为什么你可以一直一呀？因为我刚用乌龟卡。哦。我要住多久？我现在是花莲地主哎，我是现在是花莲国了，花莲地主。你是花莲王，对，我是花莲你是花莲王。把花东直接买下来。对。地雷吗？花莲那个平原全部都地雷你的。被放在哪？哎呦，不行哎，可恶！啊，等一下我就要走这是不是？对，我要怎样可以转过来啊？没有办法转啊。你目前没有办法，对啊，可是你可以用你的地那个，比如说指定骰子或者是路障卡挡住一些空地，然后你就可以买地。
可是它这前面的目前没什么东西可以买，有这个啦，只有那个而已啊。很烂呢。还有水神，这谁啊？阿托北这张背影跟我好像，那是什么东西？好啦，那我就，而且阿托北已经就爷孙啊。哦，好了，我去拿个地好了，不然有没有东西？好浪费哦。没有东西买了啦。三，然后你甩到3，或者是甩到2。三都是这样。屡试不爽，知道吗？没有。可以。他在台北买地了，好厉害哦！真的哎，我是有钱人了，所以我要换他了。哎，那这样的话，你的大雄神还在吗？当然不在啊，我刚刚财神请来，福神请来。哦。提餐楼配咯我到底要出来了没？放心，还没。有人说地雷放医院，然后卡地亚出来就进去，超过分。是还蛮过分的啦。我等下试试看好了。刚刚有人给了一个我很妙的攻略，他说我现在钱蛮多的，我现在把所有钱全存到银行，然后用均付卡。这招在以前大公司我很常用，都是用这样把电脑干掉了。好过分哦！哎，现在最有钱的人居然是孙小美。没有，因为他地买不多啊。哦，也是。好想要这个1、2、3、4，可是好浪费哦，是不是很浪费？你可以用指定骰子啊，指定骰子感觉更浪费啊。其实差不多吧，我觉得应该差不多。看你，因为你这样子有可能会甩不到啊。可以啦，相信我。骰2这样。啊，对，1、2、3、4。你看，相信我，我就说。好爽哦，好爽哦！这时候用指定骰子就比较真的啊，知道吗？指定骰子你至少确定是要到那个地方去。不会啦。哎，他刻意进去，他那是要干嘛的？他去拿钱。哎，我土地公还在。啊，只剩1天了，谢谢啊，你也筛不出来啊。他能干嘛？啊？你刚跟我说他强占土地。哎，你去那个红色那个，他到不了，因为他左转到不了。是吗？对，他只能硬是得到5000块。我的是在那个有那个恶魔那边。哦，是哦。是吗？你按下去啊！按看。认。OK。还有水哦。还想炸人啊！注意脚下。水哦。算了 ，Go。土地公 Go。买东西。1、2、3、4。扣5000。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啦。土地公还会留着的，相信我。1天没了，1天结束了。没有，他等下还会在。土地公，比较爱我，他一定会在。没有，土地公爱我啦，他刚刚就已经靠近我了。在这里好了。3。买。我的土地公。没了。我的土地公。抢夺卡，这是什么啊？好可爱哦！小财神。我要养它。它长得好像金贝贝哦。金贝贝升天那边的。好多金贝贝哦。对啊。小财神是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一样是赚钱，钱多，然后有时候可以免费吧，还是什么，我有点忘记。它的几率，你就把只要是那个财神啊、福神就是好的，你只要记得这个就好了。我也是都这样记。对啊。我想要去拿那个。那他就有可能不用付我地钱，好，这样。他不会先要付，然后再小财神付神吗？他们有个先后顺序吗？可能会先付神，我觉得应该先付神。哇，只有几百块。没关系啦，它很可爱。689，谢谢各位，谢谢你。现在不好意思，请问你在攻击谁？请问你刻意甩出这个东西是在攻击谁？请问？是谁？你在攻击谁？请问你什么意思？他真的很贼，他这样也可以踩2。谢谢土地公完全没作用0，谢谢，拜拜。1、2、3，然后手3，你不管哪边闪3你就完蛋。不是你的。不可能啦，然后怎么可能那么简单就会甩到3啊？对嘛，1、2、3。小恶魔啦，谢谢啦。这能干嘛？他会把你一路全部拆掉。一路全部拆掉？不要，我站到的地方都拆掉。对，你站到的地方拆掉。那如果是别人的话，别人照拆，好爽哦！你赶快到那个上面去，把那个他辛辛苦苦盖的，我现在就一路走过去，一路拆。看一下哦，这边好可怕哦！哎呦喂！欢迎来到吓死宝宝！请使用 ATM 进行存取款操作。3万块。啊，2万块好贵哦！哇，那你身上的钱不就？是爬太
太快，对啊，你他现在刚刚罚我超速，罚超多哎，小宝宝爬行竞赛爬太快，真的罚超速。你往前的时候没有啊？宝宝爬行大赛，他是用爬的，你骑车哎，真的爬太快，他刚刚骑小鸭车。对啊， Go， 来你 Go，耶！哦不，我以为是台东4000也很贵，阿有小财神帮你减半。耶！谢谢小财神，我爱小财神。小财神是谁啦？哎，给我钱，要给我钱。没有，我没有，我来拆房子了。开。来 ，Go。猜不到，哈哈。发。来选一个喜欢的号码吧。为什么？还有买房，然后拆房。我走这里。还想拆房啊？我看到，好像甩个衣服。什么是宝宝的高潮脸呢？哎耶！我怎么没有看到宝宝高潮脸？哎，你为什么？我就来就是叫大家缴钱的。好扯哦。哎，我的，谢谢。 4000。为什么有2000？为什么变3200？啊？他减半，可是他还要扣1200的意思。我啊，我的石油公司啊。哦，所以你的石油公司会一直赚到。你是政府。是。等一下，我们有强拆卡把那个石油公司看掉。这确实是恶什么？本月冠军耶！好可怜。是我。哎，爷爷把所有钱给孙子，所以孙子很前面那种感觉。好感人哦。给你。好扯哦，这样我还有什么？哎，这是谁的？孙小美。好。看来我应该猜不到我。哎，干什么？好这样。哟。我是第3名呢，你去干那个老二啦。老二。啊，我吗？第2名。1、2、3，啊，斑马线。为什么我常常踩到那种一点屁用都没有？对。我就是一个旁观者旁观。别 ！Go！ 不会踩到炸弹，但是应该会踩到我家。哦，还好啦，兄弟。便宜的。为什么金贝贝现在身上有9万多块了？对啊，为什么9万？我刚不是存进去？你刚不是存进去了吗？现在又9万多，怎么回事？走前面好危险，因为他的石油公司。石油明明就应该是萨鲁达斯。可是我没有猜的。还想猜啊？怎么想啊？怎么不想？不愧是孙小美。真的。1、2、3、4、5，再见。哎，那我这样不能买这个吗？不行。会以地上踩到的先。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啊不。你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因为刚刚我身上是土地公进去，你现在有比较安慰吗？我刚刚身上有那土地公是我的，你把它抓了。那是我的。是我的，他靠近我哎。少在那边 ，Go！ 猜！哎，他是谁？猪鸡减配，他会拆掉小美的。哎，直接变鞋子。我啦，手走开。1、2、3，拜托天哪，好可怕！老天鹅啊！哎呦喂！1、2、3、4，哎，又，碎，起住。好爽哦！现在剩我跟阿土伯哎，你没朋友啊？风水轮流转。真的风，然后他一直要给我钱，好爽。那这样子，我们还要你还要付我们2000吗？我们2个都不能。你们2个都不能收钱啊？哦，哎，那就是很 safe 哎。对啊，来。我兴奋到都讲话结巴了。你干嘛那么兴奋啊？你在兴奋什么？你在兴奋？哎，我怎么在这里？哎，我刚刚没有看到我传送到这边。你刚刚是走到新闻是不是？好像是。那应该就是新闻。可是他为什么会传送到这边？我刚没有看到它内容，你直接点掉。哦，好，那我有可能找到这边。把那个拆掉。是这个嘛，对不对？没有，你去拿我跟你讲，不是你听我说，不是你听我说， 3、你要去拿小福神不叫赚。 6，好。你真的去拿，你这样去猜真的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你要拿小福神才有意义。可是他在这边啊。可是你先去查那个新闻有没有？你先查那个新闻之后呢？这个新闻对，这个新闻就到前面那边。你说拿这个之后，然后在那边，你有可能会赚到2万块。OK， 但是我有可能失去2万块。不会，我跟你讲，相信我这一次，因为刚刚是衰的嘛，现在就会是好的。不要相信他，拆掉他的那个，不要这样。不是，我们为了要有这些石油公司，才有办法有发展。对，现在有新闻，才有可能再拿小福神。对，这样子就会完。但是你为了，可是
你为了猜我，然后用掉这个骰子，真的一点意义也没有。我刚跟你讲，你这见识浅短，我真的不好意思说你。你知道你刚刚打我多大力吗？你刚打我超大力的。好爽啊！啊，这是炸弹，这炸弹好像会住很多天。1、2、3，下步。你知道你刚刚那个状况是什么？就是你在玩我们的 Skyrim 那种上古卷轴游戏，那个说服能力超低，说服技能点超低。没有，因为刚刚这条路上真的是能走的有点烂。那个握手手是什么意思？哪一里？友谊卡。哦，就是你走过去他的地盘，你不用付他钱。我现在身上已经没有恶魔了，对不对？没有，你没有恶魔。那如果我强制收购的话，这边是不是就会连房子都被我收购？对。他这样买那一大块。哪一块？这一块。你后面那一块。我不要。为什么？这个名就很好啊。你的石油公司在哪里啊？就在后面。我石油公司被拆了，哥。哦，刚刚那是石油公司。哥已经被石油公司里面拆了。把那个大地买掉。就把它买起来。还想买我的地啊？那不是这边是石油啊？没有，它不是石油，它现在就是一个空地。你必须再走到一次才能把它升级。哦，好哦，我了解了。了解了吗？了解了。我真的觉得我很善良。没有你我真的很善良。你有吗？非常善良。好。拜拜。算了吧。你也买太多了吧？我就是一直在买彩券。退休老人一直在那个什么？一直在买彩券。耶，我出狱了！你怎么那么快？你怎么那么快？因为2个人住院就很快啊。真的？2个住院啊，会一直跳。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卡没？应该要等一下再说。你可以抢阿土伯啊，你那张猴子可以抢阿土伯。可是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卡。为什么是加1万块？他刚从那个出来。哇！哇，好过分哦！他跟你均富。哦，好啊。他刚刚从商店出来，所以他压在我身上啊。他跟你重叠。他跟你重叠。换你了。哇，我前面好像不太妙啊。为什么我的地有一狗一炸弹？对啊，好，这个超级不太妙。我们来玩 Lucky Ball 好不好 ？Lucky Ball Go！ 不会，他一定会旁边。1、2、3、4、5，蹦，拜拜。还想购地啊？还想拆卡？虽然他发生的事情很像中东会发生的事情。太恶魔。哦，这好烂。屁啦！那我不就要住超久？去哪？他在哪里？哦，他在我底下。在他的底下。喜欢底下。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是什么？冰冻卡、停留卡，这还不错。它可以让你停留在原本的地板上。哦，是哦，所以如果在这边等一下就可以盖我的。直接盖。或者是让别人停在一个很贵的地，要交2次钱。哦，なるほど。它可以动自己，也可以动别人。是。哦。可是好像是这一张还是哪一张可以是别人控，我都忘记了。他为什么要进去再出来？因为他选要走这边。哦。他刚刚走到这边，他可以走这边。他不要一直踩在我身上，好不好？他就跟你重叠。不会吧？哦。水神。哦，就只多一点钱进去好了，现在有点少。你现在身上的现金还是很高。我是取出来，我拿出来。哇，牛！你挣了好多钱！哦，你挣错了。按错了。你也是效果仔哦。你是效果仔啊！呀，你也是效果仔哦！既然你那么多钱，那我就均富。你要干嘛？茶税。拿一点钱啦。哦，好贵哦！你钱都分一下。2万多哎！还好，他不是均富，吓死我了。我没有动，我没有办法动。来，对不起，我现在没办法动。前面为什么会有一个炸弹呢？那个阿土伯放的。哦不，原本是他的。我还有2天呢。巴托啦，我好像踩到1、2、3、4哦。巴托啦4。哦，我还有1天。那么快？查税要看对方现金有多少，越多越赚。所以他刚刚查了，没错啊。他刚刚现在身上钱是我们所有人里面最多的。查税不是要看土地吗？怎么会？我不确定因为有观众这样讲。前面有炸弹。对啊，碰一下。你不是
可是前面有大财神哦。当然，我觉得你不会踩2啦，你放心。你不会踩到2啦？不会踩2，不会不会相信。不会啦。好，看不？为什么？你是不是没有跟他讲那个？不是，我真的忘记这件事情了。你没有跟他？我忘记这件事情了。我不是故意的，可吗？他刚说他很善良，他刚说他很善良，你还撞我？抱歉。他刚说，你看他，你现在看着他，你赶快，你现在看着他，你用你的眼睛看着他，你看着他。我真的忘记这件事情。院长，你怎么可以这样？啊，6啊，1、2、3，好，我再买个26包。我靠！好过分哦，欺骗新手。李仁哥出来了。走，这么衰。好爽哦！刚刚他那个炸掉的瞬间，他那个脸超真实的。因为我想说耶，不是2。然后他一炸掉的瞬间，他这样，他本来这样，耶，不是。没有，我真的忘记那个炸弹。我不相信。我才不相信你嘞！来啊！中5000，加1万，耶！稳定上升中。不会踩到狗狗吧？哎呦哎呦喂啊！给给看。哎，台语好像不错哦。出来了，这是什么？停留卡，我可以让你再赚1次钱呢。你不用让我赚，那个才1万块，我不需要。哇，这句话很大声哦。1、2、我想要走那边。光明百货公司。哦，我到现在还没有买过商店。我看一下哦，等一下哦，我先好好看一下。乌龟卡，乌龟卡有什么用啊？乌龟很好用，如刚果刚一整块你要全部一次买或一次付人家钱的话，可是，好了，免费。我已经有一个免费了耶。军品卡欢迎再来。是军富卡还是军品卡？还是都有都有，对不对？那军富卡跟军品卡的差别在哪里？我有点忘记军品是怎样，反正军富的话，你身上0元，然后你有1万元，你就要分我5000块。哦，但是我忘记军品是怎样。还是我有多少钱，你就要变成多少钱？哦，你说我0元，然后你也0元，这样对，可能哦，我忘记了。哎，我有个问题，那个阿土伯为什么刚阿可以？土伯中了，你看我说这个每次都是电脑会中，不是，为什么阿土伯刚刚把狗撞飞了？他骑摩托车可以把狗撞飞。真的假的？他的小绵羊。哦，他们说军平是1对1，军富是所有人。OK。 1、2、3、4。哦，你真的很快。没有，我现在才这样子，你钱已经这样子哎。那我必须要赶快进到那个银行，我身上钱太多，很怕金光党会来抢我的钱。赶快抢他钱！1、2、3、4、5。耶！我要建设。对，我们等下再把它拆掉。好，我们真的等下把它拆掉。把它拆还有掉。衰神不让我开。多维，哎，那不是卡提亚？哇，对，是我，怎么了？可是他钱比较多哎。可是我不在你，他不在你旁边啊。我可以等一下。好恐怖的热闹，好恐怖！我要去出现了，金光党来了，真的，最会造成社会问题的人来了。多钱？可是我要先拿。干。再见。哎，你真的是，伯伯，哎，说好的 party 更小天使这了，是爱狗的小美，真的爱狗的可凡，真的。好可怜的狗狗。手指，那是好可爱的狗，一过去直接把你脖子咬断。哎，又是你。就是那么你觉得博美很可爱，想要接近博美，就是博美对啊，银行存点钱儿，进行存取款操作。存个3万块。闹钟。这是取款。对，不要跟我一样。突然发现，你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发现吗？因为有前车之鉴。然后而且我还默默不讲话，我想说让他先拿再说。好险哦！哦，你们真的是你啊，姓阿拉的，少在那边跟我拿。拆炸弹来！遮住他眼睛，不要让他看。哎呦，那个救我完全记不住。棒哎棒哎棒。哎，哦，少一个，可以啦。哇可惜还是很好。 8000块而已。可以啦。为什么这边有乘3？好爽哦！不知道哎。你们也会拿到钱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很穷吗？哎呦，这只神到底什么时候要走啦？哎，你又可以盖了。哎，没有，你会耶，小天使！屁呀！耶耶！哦，他脸真的看起来很讨厌。对吧？真的耶，
原来就是高潮脸。不是啦，不是高潮啦，脸是金贝贝，哦，是啊。还没你，还没你，还想碰滑鼠啊？还敢碰滑鼠啊？那么喜欢狗啊？人家说不能碰狗，你还敢去碰？他是买了车了，是不是？是那台车是在哪边买的？商店。商店。我好气哦。就像炸神，你可以放在医院前面。他说的。老师呀，我刚刚没有放，你在那边。你很烦呢。友谊破裂，友谊破裂。好了，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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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好不好？我现在身上有，我们要一起干那个啊，第2名。我觉得有点难听真的是，我真的觉得有点难听。这是退休老人一直买乐透。真的啊，我一直在买乐透哎。哎呀，有观众说现在画面一卡一卡的，麻烦帮我们看一下好吗？耶，盖起来，盖起来！哎呦，哎呦，哎呦！哎，他其实蛮贱的，电脑就是这样。真的很臭。我没有钱钱，好不容易走到我的却没有钱钱。嘿， 1、2、3、4，哎，不用复选哦。大地不用，他没有盖啊。哦。啊，我帮你盖。谢谢。为什么不往前走一步？你往前走一步就是我的那个。谢谢，我往前走一步，我会帮你盖公园。对啊，你不行，你不能这样，你不可以这样，我都没有害你。我刚刚没有害你，我刚刚没有害你吗？我刚刚有害你吗？我刚刚有害你吗 ？I don't know。哎，我应该没有害你吧？那我会不会台湾盖公园？好爽啊！你真的很过分哦。对。他说直接把你先送进去，放在那边。哎呦，但是他搞不好不会走。哎，你怎么不是？我怎么每次都这么没有跟大家好好玩的游戏都跟我没有关系啊？哦不！哇！哎，他随机帮你盖什么？谢谢百货公司，我可以出来了。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你。我们还好，好不好？我们友谊是蛮深沉的，非常感谢你，真的非常感谢你。了解。斑马线，我想要走那拿那个，那是土地公吗？它放在你的。谢喽，我不会走那的。那个是大财神。哦。挖扣啊！免费卡，他用免费卡抵消哎，他不给前面钱。好嗨哦！哇！我这么穷，还不给我一点钱？我周围没有角色啊，他算吗？阿土不算啊。强。他说我钱好多。东西我也买得赚呐。我要这干嘛了？军品卡不错啊，用阿哥。哼！1、2、3、4，那你怎么那么多东西啊？好丑哦！你给我闭嘴哦！你给我闭嘴哦！哦，碎啦，很高哎。可飞不动你。飞得动啦，飞得动啦！哎，有车来，哎！还我！爸爸，来，那个看着，麻烦你看着荧幕。哎，不要啦！我们刚不是我们刚这就是我们友谊的不是我们深度。刚不是说我们对友谊还蛮深的吗？对，这是我们友谊的深度。不是你这样看到了吗？不是你这样对我，你刚帮我盖，然后会把我弄掉。欢迎来到哎，我赶快学一下。不是帮我盖，我帮小美盖一下，我帮小美。然后缴不是了钱要帮她。不是那你缴钱帮他盖，然后我把他拆掉。没有，就是想说顺路嘛。没有啊，违建啊就钱那百货公司在想赚钱啊。没有百货公司才刚建立第一天，你直接把它拆掉。对。你那个石油至少运行了大概4、5回合，你直接把我建起来的百货公司直接拆掉。好爽。星光3月刚起来，直接违建。对。拿多少啊？我刚刚没看。 4万。哦，是啊，4万吗？那还不错。你看你的钱现在变超多的。哇，好有钱哦。对啊，他的钱现在变超多的他。超有钱的。如果把这个冲过去的话，他会用到这个吗？应该还好吧。他会选路径。他会选路径哦，他你不要会提到会你不要发生像我刚刚那样状况。欢迎
迎光临百货公耶可以买司，请随意选择您需要的商品。这是什么？军品卡使用的观众，军品卡使用的时机是什么啊？因为军付卡我们当然已经知道了嘛，就是他会把你的钱变成他刚刚说军品是只针对一个人，只针对一个人然后内容是什么？应该是跟军付一样吧，我就不清楚了。哦我刚发觉你是盖大巨蛋，所以就先帮你处理一下。哦。可是你看起来像柯 P 吗？你看起来很像柯 P 啊？我想是这样哦、还是你是现在把老可带入这个？老可，哎，我是不是要靠背哦？哇，你卡片好多哦，我的天、啊！他现在钱超多，然后那个卡片也超多，现金比你多的人平均哦，现金比我多的人平均，所以我只要把我的钱弄超低，对啊，就把钱全部存进去啊。那我就用军品。你去用阿土伯，他最多钱，我不要，我用它。他也是蛮多钱。对，哇，这是什么？小混龙。哎，你要干嘛？不要，那是我的房子，不要！哇，哎，你的，没事啊，我的小丫丫，我小丫丫没事。为什么你的房子被直接铲掉了？我的房子被烧光了。哇，抽到2张卡片，他真的是电脑真的是很，它真的很臭哎！我天啊！我天啊！烧毁。我天啊！你为什么不把车开起来爸爸。我天啊？1989，1989。哎，解锁一个，哎呦，水哦。嘿，骰1，然后直接爆开，不能盖。为什么？盖它。好，盖啦盖。可是为什么我只有一个骰子？你可以选3个或1个。哎哦，那是开车的才然后能。 1、2、3、4。是。冲，没关系，你每个都觉得不错啊。你看，你到这边可以盖，前面那个神是什么？然后那个我们前面往，哎呦喂啊！好险的，讲前宜兰啊，对。前面那个神是什么？你说哪一个？那个吗？大穷神，糊涂神。糊涂神，我不知道糊涂神是什么，可是它也是不好的，对。哦，那你要清了吗？你可以踢狗哎。你要干嘛？这是 Winter is coming 哎。这是凛冬将至哎，你干嘛？那你是帮上巴是赚钱哎。为什么？因为他还在我的那个。哎没有哦，我是梦游，所以我会往前走。哦，但是你不能甩。我不能闪。飞蛋卡。各位亲爱的乡亲父老们，我们空调爆掉了。可以，不行，太远了。等一下。不要赢。1、2、3、4，哎，我现在是不是开始回收我的那些费用？我觉得我的钱好像开始慢慢的变多。看你这样说哎。放在我那上面什么意思？放在我那上面什么意思？哇，15000屁啦！加3倍了。糊涂神什么都不能做，还会丢失一半卡片。 1、2、3、4，1、2、3、4，而且还可以盖这个。哇！那我要没有指定骰子啊，你只能骰1颗或2颗吧。我的天哪，给我4好不好？4，我就骰1颗。休想的。来，1、2、3、4。和2。哇，台北真的贵哎，好贵哦。台北，台北，蔡佩 man stay， 哎，他没到。浴室走了。哦。是谁？我可以炸了没有？为什么不是4？这里是。 Go 冲！1、2、3、4，1。哎，超远的啦！哎，丢。啊，丢1张。这是请神哎。对，我居然有请神卡。哎，这是丢掉了，这是我的吗？你要丢1张。你们要丢1张卡。你现在拿到的是茶税卡吧？他现在要拿到的是茶税卡。是吗？所以他现在下面的那些卡片没有啊，所以他现在拿到的是茶税卡。你要选1张不要的卡丢掉。阿土伯，你真的是。哎，他好多哦，他还要请神他买卡3张呢。我到现在还没进到商店，我卡片超少的。3。这是故意的，你是故意的，是不是？你故意的是？我他妈的把所有的钱全部用进去。存取款操作。拿错可了。想说很安静哦。我就知道他妈的旁边有2个人，哎，不敢讲话。
往那个监狱走，就有机会再得5000块。持续睡。请神卡会请到他的。好，在你请神之前呢，我们现在要给观众一个 to be continue， 我们现在要休息一下下，然后回到我们现在稍微要休息一下下时间，大概5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我们回到现场再继续进行我们的游戏。好，我们的广告之后再见。See you next round. You can help us reconnect. You can make America whole. Rebuilding America isn't going to get rid of the BTs. As long as they're still around, there's no escaping it. But at least we'll have hope. Humans aren't made for living alone. They're supposed to come together to help one another. And if we as a people can't do that, if we can't reconnect, I'll show you the real thing soon. I promise. Today's station. You can help us reconnect. You can make America whole. Rebuilding America isn't going to get rid of the BTs. As long as they're still around, there's no escaping it. But at least we'll have hope. Humans aren't made for living alone. They're supposed to come together to help one another. And if we as a people can't do that, if we can't reconnect, I'll show you the real thing soon. I promise. Today's station. You can help us reconnect. You can make America whole. Rebuilding America isn't going to get rid of the BTs. As long as they're still around, there's no escaping it. But at least we'll have hope. Humans aren't made for living alone. They're supposed to come together to help one another. And if we as a people can't do that, if we can't reconnect, I'll show you the real thing soon. I promise. Today's station. You can help us reconnect. You can make America whole. Rebuilding America isn't going to get rid of the BTs. As long as they're still around, there's no escaping it. But at least we'll have hope. Humans aren't made for living alone. They're supposed to come together to help one another. And if we as a people can't do that, if we can't reconnect, I'll show you the real thing soon. I promise. Today's station.
everyone， 欢迎回到二玩传说，我是卡子亚，旁边的是，我是可爱的我是佩老师。闭嘴。好，不让我讲。OK， 我们现在呢继续回到我们的大风现场。刚刚呢，他们非常认真在讨论说，他大概要怎么样的状况才能有他的效益最大化。哎，我们就不要再啰嗦了，来直接开始。我知道了，我告诉你，我直接这个屁啦！那他选的什么？哦，这个就一定会拿到了，就不用管会不会直接命中注定踩到你就对了。哎呀，给我钱。爽舒服。零啊！快！好好笑哦，好好笑，好爽哦9 6千块，好爽哦！怎么可以这么爽？吓人这一跳。哎，4个可以拿到401块，真的很屌哎！直接开始看手机，直接看滑手机，直接用滑手机。这个电视啦。来，我他妈军品卡来。哎，怎么只有你？对，因为我附近只有你。妈了，他第2名哎，钱也很多啊。不是啊，他军品卡是现金啊。我这样子分你大概。对啊，他只有分我1万多块，这样超尾猴。可是其他人钱也很少啊。没有啊，我要冲去阿土。不然就是孙小美就都很多钱。对啊，我只有1万多块。不是啊。我用3个骰子冲。我真的一直在买彩券，我真的一直在买彩券，我到底为什么要一直买彩券？而且我只剩137块，好穷哦！再买一次，没有1500买不起啦。你点下去啊，说不定他可以拿存款。对不起，现金不足，来操控你。对不起，你太穷了。我要存钱，我要拿钱，我要拿钱，至少拿个1万块。来最终于到了。哎，我可以盖吧？你拿到好神了。哦，还好，一切都在我掌控之中。只有盖那个土地公庙还不错。为什么？因为它可以让就是你的一些钱上涨，租金啊什么的啊。确定吗？真的啦，相信真的。没有，我相信他，因为如果看完字了，对我在看，哦还在睡，我不相信。我拿到这个，先把它们都，为什么购地卡？我的那个是大福神吗？还是大财神？我想要把那个狗用掉。大福神。先走开好了。去吧，我的小可爱。我太害怕了，不行，受不了。这是什么？15%现金。你要给那个最多钱的那个人用啊。我看一下现在谁钱最多。就是阿土伯啊，现金最多。你跟阿土伯2个人最有钱的。你可以查自己税啊。够了。然后给自己钱。查自己税，然后给自己钱。可恶！这是我的吗？我的。哇，你不用就不用付钱呢。哎，他怎么都这么？他真的很臭哎。啊，这个礼拜是孙小美最高哎。塞哥！天哪！你这么衰还可以这么高？真的，他这种都是反转的。对啊，最好是给我就他妈不要给我甩到1哦，我真的会气死哦。不会，3颗骰子还是哦，2颗骰子是1耶。对啊，我超。还睡啊？金贝贝在睡，没有差。可以醒来了没？醒了。我到底可不可以去买东西？有观众说，我提议先弄死阿土伯。很想啊，可是很难哎。去摸那个狗狗。你的卡片真的是最早的。因为我没有进去买过啊。你也没有经过那个会送你卡。对啊。哎呦，哇，你一整排呢。对，这边是死亡区哎。超可怕。花东花莲大地主，花莲王。哎，你不管闪到这个什么都会。哎，可是他有没有办法一排全拆？那个火龙卡。好像是，刚刚那火龙好像就是。对啊，就是一排全拆。不，各位再见，我要再睡了。哎，超过分哦！你知道什么叫友谊破碎吗？那我要去玩手机喽。你知道什么叫友谊破碎吗？他刚刚也这样对我。你刚刚有这样对吗？没有啊，他骗我。没有，他那个应该感觉是他在讲他的炸弹还在记。我靠，这个才叫友谊破碎吧？阿土伯来探病了，来了啦，好不好？好感人哦。没问题的。乖孙呢？陷害周围的现在不能使用，我要冲去那个旁边，我要冲阿土伯旁边。
我又到斑马线上面，一点跟我一点屁关系都没有。要看完了。然后他等一下就会把炸弹放在门口。可是太远了啦，没关系，那我今天就是来薪水小偷。我是在想放啦，但是有点远啦，很远呢。哎，你真的是满脑子坏水哎！有没有一颗炸弹直接毁了全部？真的，谢谢。啊，我的钱，我钱。啊，因为物价上涨，所以它现在已经变成现在3倍了。哇！不会啦，不要怕啦，这不要怕。那是谁放的啊？阿土伯放的，谢谢阿土。看什么啊？我对我是不是有紧张？转向卡哦，转向卡不错。陷害卡立刻丢掉了啦。啊，复仇卡其实蛮烂的，说真的。复仇卡很烂，是不是？我觉得啦。好。哎呦，你这么相信他哦？还一次哦。这是什么？换屋卡。哇！哎，这个好哎。玩到后期很好用，换屋卡后期很好用。好爽哦！不要误会，现在都买的差不多了，不要误会卡了。但是有没有一些地方，它是有可能有非常非常多的好的东西在一起的？有就有点像你要一路盖过去，就像我刚刚那样子，一路买地啊，你一路好吧，盖过去。不陷害好了，我觉得陷害还是不要有友谊，因为你不要有友谊好了。你永远不有。哎，不是吧？那是路过就会 K 到的。他超开心的，好不好？你刚刚因为我在住院呢，我没有找到。选择命运。然后等一下还有人要在我前面放个炸弹，我又没插，我又在里面。哎，不要我啦，走开啦！附身。Oh my god， 小水神！我等一下就要拿小恶魔拆掉你们所有东西。没有，你拿不到。为什么？哎，等一下，那个定时炸弹有办法拆吗？它就是你们互相走过去就会给对方。好，太好了。为什么？查税啊，查最多人的税，但是他，哎，水，那是我的，拆掉你们所有的，那拆掉你自己的，那是拆掉你自己的，然后按确认，然后你按确认，然后再把它拆掉。可是你按确认，至少说你还有1级房屋啊。因为如果你不盖，它会回复成。我知道，它会回来，好好笑哦，在刚上去马上回。按摩6天呢，好久。我要把你们东西都全部拆掉。我要冲去找人了，不管，我要找人。我现在在哪边？我有办法看大地图吗？你可以用滑的。不行啊，不能滑。没有，你可以拉去其他地方啊。哦，在这边。那我要转向。哎，干嘛？对，所以我要转向回去，然后冲，3颗骰子 ，Go，Lucky Ball。哎呦，哦，小车车。我有那个了，我有就不用汽车的汽车了。对。又收到卡片2张，怎么那么多？怎么给我这么多卡？哎，好哎。哎，我们不用炸药卡嘛，我们不要害别人。哦，是这样吗？害人之心不可有啊！真的。他那个冬眠卡，你在那边也是要一直缴钱吗？还是就什么事都没有？什么事？比如说你站在我的格上面，我对你用冬眠卡，我忘记了，这个我那就不要好了。没有。然后茶风吗？害人之心不可无啊！好，不要炸弹好了，这样子比较。哎，我出院了，我终于出来了，各位。真的。再把它炸回去。各位，金贝贝来赚钱喽，15000耶！哎，它这个物价上涨不只是那个你要付的钱变多，是你拿的钱也变多。是。去拆那个。欢迎来到大丰银行，请使用 ATM 你居然没有存取款操作。哎，我现在有多少？我看8万9。4万应该可以吧？他看远都是这样子，很好笑。因为那个光很亮。等下把他的那个拆掉。What the hell is this？ 请到谁啊？请到小胡子。你搞我懂呢？他想要去那边盖房子。那是他自己的。1、2、3、4，它好多哦。哎，连电脑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不好笑。他还问说谁放的？就你呀，老人痴呆啊，老可啊。清掉。清 ，Go，往前冲。
水啦 ，Go！ 我要去找一个人了，你发现了？你有发现吗？啊，我看到了。哦，这样子我靠近你，你炸的时两个候互相过去，去。不是你两个互相过去，你就扛到炸弹。哦，自然啦。是。他这么远弄不到，好吧？赶快去找你，赶快去找你阿公。可以让我去买个东西吗？哎终于进来了。请随意哎哇，这是什么商家卡？哎，有火龙卡哎，啊，我看到了。你可以把你那一排自己烧掉哎。购地卡先拿啦。我为什么要把我自己的烧掉啊？你太慢了吧！我刚刚讲这么久，你现在才反应过来，太慢了吧？谢谢惠顾， OK 欢迎再来。我终于有卡片了，我的天！哎，你还可以我动还没走。我帮你走左边。下面超恐怖的哦，下面超恐怖的哦。啊，我先走这好了。而且重点是下面那个游戏中心的那个图样还跟我们闹电玩有点像。赶快来找我！赶快来找我！没办法，我只能走啊。赶快来找我！咦？哎，拜拜。哇，你直接把它拆掉一层。Oh my god！他干嘛冻结我吧？刺激。他冻结自己，他把他自己一直盖起来。哇靠！没关系。哇靠！我等下把它拆掉。我等下直接换。我等下直接把它拆掉。本次乐透我等下把它拆掉。开奖啦！哦不，没有人中奖。哎，有吗？幸运儿呢？哇，哎，我没有买。Sorry， 本次没有人中奖。Sorry。他为什么出现在我面前呢？靠腰。反正你有3格。冲啊！哦不。哎，要爆了耶！而且他等下就要爆了。要爆了。然后还要炸到自己的房子。救命啊！欢迎来到大光银行，请使用 ATM 拿一点钱出来，不然3只要4000块，24000。好。哎，没有，我确认一下，好。看我很谨慎，好不好？我要爆炸了！警告！即将爆炸！即将爆炸！我看看啊，附近有神明吗？可以请到谁啊？小福神哦。可是有点远啊。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请到，因为可是也不会请到这些吧，这不太恐怖了吧？搞不好会请到那只狗。哎呀，我往前走一定会踩到它哎，气！然后左边感觉也会踩。你现在两边都有炸弹。对啊，我两边都。你现在两边都有炸弹。进退两。踩个2或3吧。啊 ！Go， Lucky Ball。哎，4啊。1、2、3、4，啪！谢谢啦。哎，要先付我钱。对，要先付。你是不是真的很想当薪水小偷？大家都有。蛮想的。你现在是真的很想当薪水小偷？突然觉得这样蛮轻松的，舒服。不行啊，我们要为了我们的奖品，我们要为我们奖品有一点奋斗的概念。有，我有奋斗，只是说刚刚一直住院，就让我那个奋斗稍微休息一下。好 ，OK。那个静，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一场可能不一定玩得完，你可以帮我们找一下计算机之类的，我们等下总结我们所有的资产。不用啊，他有那个详情，等下可以直接看。如果我买这个的话，这样子等一下我一格炸掉，它会不见吗？会炸到圣城平地。会炸到圣城平地。哪一个？我的吗？你。变成小美的土地公炸，然后它爆炸了，然后还会跟衰神，然后炸圣平地，对，没错。哦，这个5天呢，这个好久。啊，不要偷我啦，我都没东西了，还偷啊！你刚才拿到卡，你好像有很多东西。哦哟！他为什么可以把狗撞走？哇！因为他起不哭。失去一半卡片，我的购地卡，我就是要过去买他那栋的。我跟你讲，我要换屋。好，你要换。我他妈的要换这个，我要拿我的。他以为换不到，太远了。啊！是的。你要下来，然后走过去之后，拆也只能拆一阶，这个拆这个没红了。哎，等一下，我2万5，他8万。均一下，来均一个，来均。谁呀？阿均。有。均，好不好？啊，均。均是谁啦 ？Go。哦不，狗狗。请帮我带走。他要把你的那个拿走了。耶！炸弹还是回到你身上。哎，哦，是要我过他，是要你过我。对，是要你过，不是我。居然啊！
竟然被你买到挺，没关系，你只要过那个就可以了。爬的好久哦，气，想想，跟不上要土国的步伐，他走好快哦，鬼之步伐，魔鬼的步伐。对，因为你在地狱。对，没有我在医院。那我现在就要把我现在就要把房子换掉，妈的！哎，这样就对了。我把房子换掉，来换，好爽哦！人家那么努力，所以这边是我的了嘛，对不对？对好爽我去哦！他缴3万多块，对啊，好爽哦！然后自己把它拆掉。哎，在干嘛？可是我这样过来，我会碰到这个啊。没关系没啦，事，你开车也怕什么？开车过去还是会碰到吧？可是你开车可以走很快去拉给别人啊，你还有机会拉给他土国。我没有转向。你跟他是会碰在一起，他会往前走啊。没事，还敢停啊？我不要动。哎，你是不是想要等到我出院，然后让我我就一直挡在那边，我会走那？我就一直定在那个地方。后壁卡，所以现在哦，涨价卡它已经过去了。好吧，我也得慢慢走。是，请来模仿。随机摧毁一栋建筑，感觉蛮好玩的啊。哪有这么衰啊2位男子拜拜。 2只哦。哎，等一下，那我就不会弄到炸弹。你不是吗？也帮你想啊，然后你卡片也浪费了。哎，对，一个而已，那个多少钱？还剩我在玩游戏。哎，只剩你哎，自己爽玩。爽哎，那你的炸弹也没办法那个啦。爆炸，没关系爆炸， 1、2、3、4、5、6啊，斑马线最无聊。爆炸，爆炸。整个场上面只剩那一个超好笑的单人游戏啊！我想想，有没有机会走到这里？你只要按一个那个就好了。这样。我想想，我看这样子可以。哦，好。欢迎来到大光银行。哇，你刚刚那个笑声好像小莫。进行随机操作。还是我哎。对啊。好好玩哦。到底是怎样？好好玩哦。哎，你在干什么？买一下。喂，然后你再升起来是不是？这是涨价。这是涨价，那只是涨价而已。我想想哦，剩下谁会出来？哎，我发现一件很厉害的事情，就是 AB 一直说他自己很边缘，他连玩我们 Party Game 他自己都可以玩的那么边缘，也是一种哎。我扛了绳，又扛了炸弹，好重啊！你的肩膀很重，超重。那你现在走到前面那个，你就把它炸掉，你自己的那个。那个这种的不会炸到房子。哦，是哦。它会炸人。现在钱到底谁最多啊？好像都很少哎。就你最多。你最多啊！你最有钱。哎，没有，我现在3多而已。可是你存款有19万。你3高哎。Go。欢迎光临百货公司，请随意选择。有耶稣哎，那个耶稣是干嘛的？这个吗？嫁祸卡。买这个好了，免得被你的那个方式搞。我怎样了？你的那个我对你那么 nice， 是对我们最不 nice 的是阿土伯好吗？看一下哦，军副委，再一个这个好了。谢谢惠顾，欢迎再来。舒服，到此为止。走这边好了。没有人敢走下没面。有人敢走下面，完全没人敢走下面。走上面挺好的。哎，他出来了耶！是。他也是买乐透的那种人啊。你让他背啊。我是应该，你应该也想买乐透吧1、2、3、4，你应该想买乐透。那我们就来用一个骰子就好了，好不好1、2、3、4，不会4啊，肯定骰6，然后右转。4下去。你直接。啊，什么都没有。你可以买乐透，恭喜！你直接帮我点，你有没有过分的？你直接帮我点。太久了，勇敢。欢迎来到大光。你应该没有要干嘛哈？我要啦！我要啦！没有要干嘛，这个要点掉，超过分。对，我没有干嘛。哇，好贵哦！好贵！3倍。这点小钱，
1、2。不起沙毛。等一下，我现在身上是小衰神。小衰神。那我的钱神卡被拿走了，好哟！你前面那边就有了啦。前面有个土地公啊。我想要骰3，可是我不知道骰不骰得到。你定在他前面啊，你把那个董在那边。啊，是我拿到一样哦。不管怎样，董在那边啊。不是，可是小衰神会不让我升级。哦，也是哎。算了，不管了，冲冲看啊。顶多骰3，不然就骰4。是啦。Go。结果2。没关系，还有机会骰1。好好笑哦。军夫卡是军现金吗？对，都是现金。现在大家钱没差多少，均下去你那张效益不高。哦。而且你现在身上只剩14000了。哦，我要全部存起来，然后。怎么没有拿到那个？拿到哪个？拿到这个。那个是我的。我应该要先静止这个，然后去摸这个的。那个是我的。哦，我知道。你要干嘛？我就可以用那个嫁祸卡，然后叫他付钱了。哦，原来是这么哦，原来是套路是这样子，对不对？我看懂了。哦，我应该要先卡的。哇，因为那个超贵。我要冲过这一段。不要怕，那段是小丫丫。我要冲过那一段，冲过去，好不好？不要怕，真的是冲过去，真的盖的。拜托。你这个也只会Oh no！ 哇！然后再请确定这种感觉是我的油田收入。为什么啊？好酷哦！我要收入啊，本次油田收入。2是多少？14000，很多啦。2倍。你不要在那。哎呀。失败。哇！好想要拿土地公哦。哇！我知道这个很烦。你到底想怎样？我跟你说，你嫁祸给土地公，他会死最快。个十百千万10万。给土地公，土地公直接死。什么给？给阿土伯。对啊，嫁祸阿土伯。我一直讲土地公，阿土伯。给阿土伯，他直接死。你也想杀我？给他死，给阿土伯死。我没有关系哦，我可以只在旁边滑手机了。你看是18000了，他要输了。我们3个人在给阿土伯死，好笑。那段好贵哦，为什么那段这么贵？对啊，好想摸这个。把后面把这个也算进去。因为这边都算屏东啦。对啊。连在一起。对。啊，为什么不能害？想害那个小 baby。我跟你讲，你害小 baby 一切都不划算了，是 CP 值太低了。联手把阿土伯先弄掉再说。1、2。阿婆都弄掉，我就是最后一名。阿土伯。阿土伯。不会啊，你有20万哎。我看看哦。那个阿土伯的脸现在看起来真的很难过。那我就真身份啊，不能找进去。太远了。你要跟谁保持友谊？我想一下。可是这段路也没什么好友谊的，我终于有时候真的是有。你今天吼油是我认识你来之后最多的一次哎。吼哟！结果我们刚刚小编他们讲说，你们就应该联手把阿土伯弄死。我们刚才讲说我们不能这样子，结果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做。因为他真的快输了。真的。也是蛮高的呢。刚刚我可以用涨价要死了啦！真的。物价指数4再上升，好不好 ？Everybody， 没有问题了。我他妈的，我怎么办？不要怕。开撞下去，好不好？然后他就往医院。不可能，没有那么白痴，好不好？刚好天使中不到。哎呦，算的刚刚好呢。大家想干什么？打架！哦！不！真是走直接帮忙。冲啊！快走！怎么那么低啊？欢迎来到大丰银行，请使用 ATM 进行存。哇，游戏时间！来，可以。哇！红色在右2。红色在这。
你为什么都可以拿到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为什么找你都问？你为什么我拿到什么东西你都会拿到钱好？开心哦！开个车车，这边没什么我的事，我应该可以很快速的经过这里。对，这边完全没有事，我要才3个。Lucky ball。哦，这是什么？免税。免税。哎，你现在卡片妖兽多哎，你最好是不要再让我进去了哦。你最好是不要再让我进去了哦。失去一半卡片好了，反正我没什么卡，就算是我也没差。啊，这是什么？3个什么？哎，就我们3个都失去卡片。我知道，可是我想知道它的条件是什么。哎，点下去。什么？点什么？点下去，够啊，够，给他点下去。下来，我想要拿这个啦。这很远吗？你看那地上亮亮白白，地上亮亮白白的，就是它可以用的地方。哦，是啊。基本上是整个范围都可以用。哦，应该都可以吧？对啊。你用军副卡，你就帮那个阿土伯。帮他。我这个好像没有办法，完全你没有办法离开，你只能去被炸。可是现在钱很少哎，才5啊，算了，我还是炸好了。炸起来！炸下去！再见了这个世界，我爱大家。再砰卡崩！谢谢大家，谢谢。1、2、3、4，给我钱9600哇，屏东那边蛮贵的。不要羡慕我。花钱。1、2、3、4，一个。一个数。你其实可以用 Lucky ball 乌龟卡。哇，太神了！是不是？你买太多了吧？哈哈哈哈哈哈！哇，他看起来真的很讨厌。太神了！哇，免费加加。哇！哎呦，离开他，我到底哦，现在是你可以指定3、4，你可以来找为什我。么啦？我这边好像没什么干嘛。 4，哇！发个新闻。所有人得到6万，阿土伯就他，没有，只有他，只有他。哦，我以为阿土伯得救了。踩狗，1、2、3、4，那个狗好可怜。最好是这样子直接绕过我那2个。哇扣啊！他是25000，他会死。对啊。西北西北西北西 ，Go！ 直接走完。为什么？不犹豫直接走完，再被传送，你踩到传送点。换你。好。哇，这边要干嘛呢？我来走走看。哇，26000哎！这也不便宜耶。因为我2栋啊。那我想想，我上面也是那土地公吗？土地翁。土地公吗？一直在你怎么了？你在看什么？请问你在看什么？你是我想隐形眼镜度数不够还是？我没有隐形眼镜，只是因为它太小了。哦。我可以帮你念出来啦。不是，因为我在看那个，他在看他的钱数字，那个很小吧？你跟谁收钱啊？他跟我说，可是我只亏了大概。对啊，你跟他收钱没有意义啊。不是因为我现金不够啊，如果我没有拿到的话，我就没钱了耶。啊？开税，然后换我。啊，该不是我吧？是。啊，哎，哦不，而且刚出来。哇，超过分的哎！好啦，各位剩我在玩游戏啦。真的哎，还有阿土伯。又是你。我跟你讲，我3场弄死他。存款最少的人，那就是阿土伯啊。哇，什么？我钱也很少。我睡觉还可以拿到2张卡。建设，我看一下哦。收租可以住进去，是不是？那我就再来盖个石油费，就跟大家收钱。最好是大家都一直要给你石油费啊，好爽！1、2、3。哎，来到闹电玩。那是什么？为什么我有加？他玩游戏。哦。1、2、3、4。哦，得到3张卡片。哇！
睡觉还有卡片拿。我一直睡，然后一直拿卡，一直睡，我一直睡一直拿，好爽哦！一时睡一时爽， 1、2、3，一直睡一直爽。不好意思啊，免税卡，我有免税卡，好爽！取消，取消啦！应该用指定卡拿到那个土地公才对，应该要帮你取消的。单机跟阿土婆 PK， 好爽啊，好好玩哦。还是我。不是啊，我小钱呐，好可怜哦！这点小钱，少小不要说梦他话了。来帮我盖房子。哇，我的天哪！我的天啊！彩3、1，撞死！撞死你，超凶哎！妈妈，我想出狱，我没有犯错。接下来还是我。这位客户辛苦哇，了，发生了悲情人物银，行结算的日子啊，真的好可怜。他被3个人针对，他能不可怜吗？还好，其实我没有针对过他，我也没有啊，没有，是你一直用。是你要求我们，是你要求我们针对他。我没有这么做。对对对，这个就是你知道最过分的人不是自己去做，不是做的人，是要求那个人做的人，你知道吗？唆使犯罪，对不对？教唆罪。01，换我了，换你了。终于换我了，来吧。这么多乌龟干什么啦？1、2、3、4，好，都可以。嘿你用乌龟卡帮我盖房。 ，Go！ 我不要。这好多神哦。欢迎来到大光银行，请使用 ATM 进行存上巴是现在最有钱哎，那怎么不见？小财神。哦，他肚子。嗨，零，打 key 棒，打 key 棒。那个应该不能按吧204，什么叫使用免费卡？哦，这边的是我不要了，我用。耶！这里应该没多少钱吧？我不要，因为快结束了。他本来就入狱中。不是因为快结束了。哦，啊，他本来就入狱中。有卡用就用啊，对不对？ 1、2、3、4，呜！那看来今天的冠军就剩下这8分钟，不知道会没有错，我想出来，你出来了，快，前面有很多神，赶快选一个上。可是现金你又没有很多，那土土正在翻身。他居然可以活到现在。在想要不要均富这样我钱。我的钱身上的钱超少。我知道啊，但是其他两个用下去了，用下去啊用啊结束了。剩几回合啊？饭大家吃。没有，是时间快到了。对，所以大概是几回合？没有回合，他就是玩到破产。哦，难道我已经没有希望了吗8、1、2、3、4、5、6、7、8。哈，来了！啊，有土地公哎！我要这张卡干嘛啦？不给玩，不给玩。哎，你刚刚没睡过对不对？我睡很多次了，我大概睡2次吧。哦，那你有睡过吗？啊，我刚刚被关，然后又住院，然后又被冻。薪水小偷开始。薪水小偷。好爽哦！生气了！大家偏心。生气了！小编卡加欺负我。我要欺负你！换我了，我看一下哦。人家是真的睡过啊！啊，我也有啊。我一直在缴钱呢。好爽哦！哇，上巴是那边石油王了。真的，而且变得超胖，不知道为什么。我是机器人。 1、2、3、4、5、6千。你现在真的是完全在收钱。我是付钱机器人。 6千。一个收钱机器人，一个付钱机器人。对，我是付钱机器人。刚刚他们都说我们在霸凌阿土，其实没有，我们在霸凌他。换你了。哎呀！冲刺 ，Lucky Ball。查税，没多少啊，我就是那个不上不下的，吵我也没用。对啊，好，改建这只蛮贱的。什么？总观许多实况组，我总结一个理论：选孙小美必输。真的假的？入狱3天 ，Go！ 不要我！除了你以外，好，都不要我啊！来，我开始玩手机。 Yes！ 我在睡觉你睡觉，你在睡觉的时候做了什么事情？好爽哦！
好爽哦！单机游戏是不是玩到游戏在床上只剩我一个？这么小吗？一开始就给你玩就好了。真的哎，好爽哦 ！Go！ 为什么他又回去了？为什么他会转圈圈？转起来。为什么？这个游戏真好玩。不是啊，他为什么要在那边转圈圈？他不会等下上去又转吧？哎呦，不好说。我不用了啦，一直给我卡片干嘛啦？转盖起来，转，台南大弟弟。哦，可以让你选择。这一边。好玩吗？好玩吗？开心吗？开心吗？还不错，好玩哦。其实不错。这是什么？哎，你不是可以涨价吗？我不用啊。好不 ，Go！ 改建卡，如果你用大土地，可以把它改建成公园，哦，就是变一块废地。所以我一点屁用都没有。对，我等你用完再跟你说。请使用 ATM 进行钱取。欢迎光临百货公司。哇，开买！逆转卡，涨价卡。你都已经有2个涨价卡，你还要买涨价卡是干嘛？我爽！你这样就丢掉，然后丢涨价卡，丢机车，然后丢涨价卡。不用乌龟了啦。哎，啊，我出来了，耶！宝宝出来了，宝宝出来的这句话听起来怪怪的。 30，他的头出来了，欢迎来到大光银行。 13000，全部取点出来取款操作。全部太少了。我来看一下详情，现在是谁最猛？应该是沙龙巴斯了啦。沙龙巴斯，你就看总资产就好了。真的就你最高。对啊，好，那我们今天玩游戏呢 ？OK， 什么3 game？ 不要乱讲话。好，我们各位看一下哈。都还来得及。来，各位看一下我们现在目前的总资产哈。沙龙巴斯总资产是50个10百千万。我的回合啊？没有，因为你没有，你不需要了啦。你看你现在你的回合嘞，给你1个回合，你有办法1半，你知道吗？好，我们现在我的总资产是50万3000多，金贝贝是31万啊，虽小美是26万。真是孙小美。对，然后最后阿土伯是6万7。好，那既然这样的话呢，看来我们今天的冠军就是我，看来就是今天由我一人独得这些奖品了，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感谢各位。那我们今天玩这个游戏，其实老实说，一开始我们在看，因为我们一直觉得这种 party game 的内容，其实电脑真的是还蛮臭的，但是今天看起来好像它在某些地方特别臭，对，但有些地方其实又好像还好。就是他其实输的还是赚蛮快的。是不是？会不会是因为我们都真的蛮针对他的？没有，我都没有针对他哎，我还没使出全力。我说真的。那你如果说是你的话呢？你是唆使犯罪，你是唆使犯罪。我刚想要用你，然后你就说没有，我没有什么你要建议你们，我的而且你知道，我认识 AB 到现在认识了2年3年多，他当时唯一一次让我觉得他打我会痛的，你知道吗？他刚打超大力，他挥下去的时候是啪一声，我想说哇哦，你真的很气哦，你真的很气哦。而且我们刚刚在那个，就是我们在决定说我们要猜哪个地方的时候，你记得吗？就是我说我要猜那个地方，他真的是拉着我说，你可以选择其他的东西，你真的可以选择其他的东西。很怕。不是刚刚说我们不要把这个东西弄得那么认真吗？你刚刚还把我拉住。玩游戏都要很认真啊，玩游戏从来不认真的。你刚才说你要滑手机，那你刚才说你要滑手机？不是，我刚刚连续入狱，然后住院，然后被飞弹炸，我不滑手机，我问他看一下他。你怎么了？他刚刚有一段时间基本上是。你怎么这么傻？你们2个都有罪。Yes。好，那今天的玩的这个派对游戏，也是我们的这次闹电玩的改版派对呢，也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今天就是很可惜啊，就由我独得啦，非常感谢各位。终于，我们一般来讲奖品都是送给观众，那今天终于我们主持人有一些主持人自己拿，送给来宾。终于，好，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也不要忘记我们2个礼拜之后呢，一样有我们的2玩传说，然后再来就是应该是下个礼拜吧，下个礼拜。下下礼拜的话，也是有我们的2玩传说。那下礼拜的内容呢，也会尽快的告诉各位。也不要忘记到我们的闹电玩的网络页面呢，去看一下更多新的一些讯息，上面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可凡的资讯啊，或者是 AB 的资讯。也不要忘记点他们的粉丝专页的赞，还有 IG。好，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我们2玩传说下2周再见，拜拜。